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5月17日来到祷告学校，祈祷的勇气。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0章到26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记载在约翰一书5章14到15节。我们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如果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都会垂听。既然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的祈求，也就知道我们向他所求的，他一定赐给我们。我们最近都是来跟穆安德烈来学习他的一本书《祷告的学校》，在基督里祷告的学校。穆安德烈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在祷告中征战，让你里面充满信心，你就会在主里得着刚强与能力。什么时候我们会没有能力，更会觉得软弱，甚至害怕呢？我们看到约伯录、约伯记，今天我们一直到26章，我们看到其实一路读来，我们看约伯的朋友们已经把他们想说的话都说完了。接下来6个章节剩下约伯个人的独白。从这个个人的独白里，我们会看到约伯心中所认识的上帝是很伟大哦。而且我们会了解到约伯心中的苦其实他是还没消失，他仍然渴望神给他一个解答。而当我们有过这样子的心情，跟约伯一样吗？我们看到26章最后一节这个段落最后一节，他说到：然而这不过是上帝的小事全能，不过是我们听到的微声，谁能彻透上帝大能的威力呢？是我们看到约伯他其实是知道这位上帝的，不管他的这些朋友这是到最后越来越责备的声音越来越大声但我们看到约伯他即将要独白，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的世界。我们从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这几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其实再三宣告陈明3个要点，也就是约伯他其实知道人的有限，人无法彻透神的这个踪迹这个确实是。但是呢，神却是知道人的道路他确信神明白他此刻的遭遇。正是这个确据使得约伯可以带着信心，他可以反复的向3个朋友来宣告，神将会为他平反所受3有定罪的冤屈第二个，约伯他要陈明的，虽然神在试验他，神却不会平白无故使一人受苦，一定有原因的。这是音乐牧师常讲的上帝让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或许有我们的错，但神允许，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第3个，约伯他也相信，当他通过这个受苦的考验时，将如同炼尽的金金，纯净且无有瑕疵。我们可以试想这个审判最终的这个画面神要宣判约伯确实是义人，衣衫褴褛的约伯要换上洁白的衣袍，脸上带着荣光，神采奕奕，要站在3个朋友的面前。如果我们这样想，是不是会觉得比较有盼望，在苦中有盼望？其实这也是直接遥指着我们这个新约之后，我们要被称义的人，在审判台前要被称作是
无罪，而我们无罪是因为有人替代我们的罪，就是这一位耶稣基督已经替代了，使我们可以洁净，可以我们重新再来。感谢神的恩典，因着我们已经事先知道那个结局啊，当我们再次回头看约伯记的时候，其实我们更深刻，是吧？我们已经知道那个结局，使我们可以有勇气面对前面路。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当我们遇到一而再再而三的许多的危难，甚至不如我们预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心中有一种勇气确据，就说上帝一定有重要的原因，上帝一定有办法，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求，他就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有这样的勇气吗？还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最困难的是，主啊，我们不知道求的是不是合你旨意啊？其实我们只要有这个怀疑，真的我们就不敢大声来祈求，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能够得到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正如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一样，经句一样，约翰写着这个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来求，我们的神他就听我们的。而这个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我们好像又害怕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亲爱的大家，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他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肯真正去相信说我们能明白神的旨意。当然我们也没有用心力花时间去寻求神的旨意，去寻求能够明白。我们所需要的是，我们就是跪下来，我们就是祷告，像我们一路来跟着穆安德烈，我们所学习越来越多，我们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就更相信这位天父，这位基督为我们代求。我们的天父他要用他的方式，每一个人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他带领那等候受教的孩子，包括你跟我。问题在我们有没有受教？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你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定能够明白。甚至我们的神每一天给我们他的话，我们再将神的话存记在心，其实我们很清楚的就会在我们生命中跟意志中，我们就能够接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引导。我们就能分辨我们的祈求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先思想神的话，我们总以为神的旨意实在很神秘，恐怕和我们的祷告不同。然后呢，其实亲爱的大家，我们只要勇敢，因为这位是我们天父啊，不要怕，就是不合神心意。神的话语也在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要带领我们。天父愿意为他的儿女做什么事呢？就是他悦纳那孩童般信心、单纯信靠天父应许的人的祷告。他一而再再而三在他的话语说，他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相信，全然相信，照着我们所求所信的，我们就去让圣灵来带领。当然在后来约翰一书，我们也看到他也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
神必将生命赐给他。这就是他举的例子，我们一般性的应许，凡是我们按照这个应许祈求的，就是按神的旨意而求。而约翰啊，他就是透过他的神启示他的，来鼓励我们，我们要有勇气知道我们所求的，也愿意让神在我们当中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匍匐在神。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话和神的灵的教导，我们必须是结合起来的。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就可以明白到这一位神他的爱，他是无尽的爱，圣灵在我们里面必定引导，用他的话，用他的灵，我们会清楚不过，而且我们会越祷告，我们会越有勇气，我们越祷告，我们会越有盼望，我们越祷告，我们就越有信心，因为这些主要带领我们。好不好？我们来默想这段经文里面，约伯他已经心中对神有一些认识，特别他从这个经文里面知道神的伟大，但他心中还是有苦情，他依然希望神给他一个解答。如果我们此时是约伯的朋友，我们如何来为他祷告呢？今天连结的是个无尽的爱，可以成为我们的引导，圣灵也要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给我们勇气，用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听见你的话语是这样温柔的声音，谢谢你挪去我们所有的恐惧，用你的话语，你的灵坚固我们。在黑暗中，你呼唤我们走向你，我们敞开我们的心。过去我们风闻有你，如今我们亲眼见你。主啊，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一生要为你，也为那个我们身边的人像约伯一样受苦，很急需要答案，很需要爱的。主啊，再次让我们活出爱，让我们身边的人知道主你的爱是无尽，你无尽的爱拥抱我们这一群受伤软弱跌倒但你仍然爱的，在你眼中我们是如此的真实依靠你。谢谢你无条件的爱，无尽的爱拥抱我们，在你眼中我们是全新的，你是我们全所有。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大家，我们活出主给我们的勇气，这勇气是从神的话跟神的灵来的哦。我们明天见。